大家好，啲貓仔咧開始大咯喎，咁啊好啦，都幾活潑可愛嘅，係咪啊媽咪？打破啦，哈哈，3隻貓仔，1、2、3，哇！你咁搶鏡嘅，你成日喺前面唔得嘅咩？貓仔咧就好可愛嘅，咦？哎呦，你喺度玩乜嘢啊？自己同自己玩都得嘅喎。今日啊，26年啦，26年1月尾啦，1月尾22號啊。好啦，呢啲貓仔咧就有些少特徵嘅，呢隻啊好短腳，好短隻腳，呢隻成日都好似有些少想法咁咯，唔係點樣出聲嘅。應該話係好少叫嘅呢啲純種貓嚟㗎嘛，好少叫，唔叫嘅基本上。嗰隻咧就比較活躍少少，不過通常佢哋都係中意同自己玩嘅，一係啲兄弟咧打來打去。好啦，咁啊影到呢度啦，多謝晒收看，拜拜，下次見。